跟住嚟呢個計劃名稱代表咗一班創作人同埋陶泥嘅緊密溝通同埋聯繫。佢哋嘅作品亦都會繼續聯繫住更加多嘅人同埋事，亦都代表住佢哋接住落嚟嘅藝術創作生涯將會更加精彩同埋豐盛。呢一班跟住嚟嘅陶藝參加者就係聖雅各福群會藝賞嘅一班師傅仔。師傅仔係一班好有陶藝創作經驗嘅朋友，佢哋當中唔少已經有超過10年嘅陶藝創作嘅日子啦，所以大眾尊稱，但係又親切咁樣叫佢哋師傅仔。參加者分4組去學習，每組有3位師傅仔，由1位陶藝家去帶領。佢哋課堂上會進行專題研習、技巧學習，亦都會創作一系列嘅個人作品。佢哋學習嘅過程，亦都會輯錄成作品集，放咗上藝賞嘅網站，歡迎大家上網瀏覽。跟住嚟係一個3年嘅陶藝計劃，由2022年開始，由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藝賞策劃同埋推行。多謝社會福利署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嘅資助，同埋4位陶藝家嘅悉心教導，啟發師傅仔自主創作。我相信復康人士同樣擁有欣賞、體驗同埋參與藝術創作嘅權利。期望社會大眾支持同埋鼓勵之餘，我哋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佢哋嘅作品感受到動力，同時亦都體會到師傅仔對生命、對人同埋對陶藝嘅熱愛。嚟到未來開始做呢一個 project 之後，到跟住嚟嘅，因為嚟到未來嗰陣時就係大約會講一啲五感嘅嘢，咁我嗰陣時就將啲昆蟲放大，同啲師傅仔一齊做。咁今次因為我覺得想佢哋有多啲接觸唔同泥嘅方法，因為平時可能佢哋做嘅嘢係公仔多啊成，好似都係我哋帶一啲題目俾佢，咁所以我今次就想係佢哋帶一啲題目俾我，而我帶翻一啲唔同嘅做陶瓷嘅技巧俾佢哋咯。咁所以就會有咗今次呢一批嘅作品啦。當我收到跟住嚟呢個項目計劃咧，周家樂啊、譚亮雄同埋黎建新咧，將會呢3個成員同我一齊合作，想用一個比較輕鬆啲啦，同埋係一個玩嘅形式去做呢件事嘅，主要都係想帶出佢哋自己個心想去點樣去做，同埋喺 work 喺直覺上邊去做佢哋嘅創作，多過係我去俾一啲好限制性嘅規矩佢哋去做咯。咁亦都係咧喺佢哋嘅作品裏邊咧，我想佢哋合作咧個原因，因為佢哋太靜啊。個個都會係專注喺佢哋自己嘅作品上邊，所以我係用一啲方法咧，將佢哋慣性嘅嘢咧打破佢，將佢哋3個所有嘅工作咧都調亂佢，等佢哋自己有一個想法去做某啲嘢，同埋佢哋會經過3個人唔同嘅意見咧，再去篩選，去融合翻佢哋想做嘅嘢咯。咁所以喺呢個過程，大家其實都好開心、好享受去做咗一啲創作咯。咁呢個就係佢哋其中嘅一個作品，就係由佢哋3個人自動組合去做呢個所謂顏色嘅組合泥嘅創作咯。咁今次咧同藝術合作咧，咁就想試下用另一種嘅方式，會唔會可以喺藝術層面上咧提升一啲？就係用物料嚟出發，想用紙泥，咁紙泥咧就係加一啲紙打碎咗之後咧，就加入啲泥度。咁個泥咧本來係好容易會裂啊，或者係有時我哋做唔到好大啊。咁原來我加咗紙落去之後咧，佢就可以做到好多以前做唔到嘅嘢。咁我覺得呢一個由唔可能變咗可能，我覺得幾有趣喎。不如我可唔可以試下就同師傅就係經歷下一個之前係不可能，而家變咗可能嘅呢個過程咧。咁呢個就係成個課程嗰個出發點。
好，大家好，我係 Susie，係呢一個跟住嚟嘅項目嘅導師。呢個 program 最重要嘅咧，就係因為我睇到師傅仔佢嗰啲 work 咧都已經好好，即係同埋好技巧上又好好。就因為做得耐啦，會有一個因循嘅方面出現咗，就係因為你睇嘅嘢慣咗，有可能咧就係會忽視咗一啲本來就已經好有趣嘅一啲細節嘅。我係特別咧係想打破佢哋呢樣嘢啦。咁我哋係就係喺一個做自己一個嘅大頭啦，唔立體嘅。之後咧我就俾佢哋一人一塊鏡，就係端詳自己啦。咁開頭咧就係想佢哋畫自己一個 self portrait， 係一個圓圈，即係做一個面型，然後眼耳口鼻。我哋就開始引導，就係話你自己睇清楚點解對方個眼係咁樣，所以先係佢個樣咧。點解你自己又咁嘅樣咧？咁佢哋咧就會開始自己喺個鏡度做好多表情。咁呢個係我覺得喺個 program 入邊好有趣嘅地方，因為佢哋真係好少咁樣去睇自己嘅表情，然後再畫翻出嚟嘅嗰啲細嘅 maquette 咧，就係都好有佢哋嘅個性嘅。因為我唔想話你要咁做，而係我希望佢哋自己經過觀察畫咗出嚟，自己滿意嘅邊一個，佢哋係開始去做。咁當然做到一個係可以帶到上頭嘅頭像，